喺2000年初，非洲莫桑比克受到多個旋風嘅吹襲，造成50年一遇嘅嚴重水災，超過100萬人受影響。災情嚴重打擊當地人嘅生活，令呢個有70%人口活喺貧窮線以下國家百上加斤。宣明會嘅總幹事趙煥明先生就親身去過災區了解情況。2月尾26至27號嗰個禮拜咧，其實嗰個水嘅情況係最大嘅、最高嘅嚇。我哋聽當地嘅災民講咧，有成9米咁高嘅。今次過去個目的咧，都係幫手去派發啲救援物資啦，同埋亦都將香港市民嘅關心同埋我哋亦都希望第一時間了解到當地災情啦。咁所以我哋就走過去幾日。根據莫桑比克當時公布嘅數字，死亡人數接近500人。由於洪水泛濫，飲用嘅井水都被污水浸過，加上衛生條件差，災民中心又擠迫，救援人員最擔心嘅就係爆發霍亂同埋瘧疾等等嘅疫症。對醫療人員嚟講，或者對救援機構嚟講，其實最擔心都係，如果當疫症爆發嘅時候，喺一個咁窮嘅國家，其實好難去令到佢哋咧唔傳播出去。洪水逐漸減退，有機會被拯救嘅災民，大部分都被救出，安置喺災民中心。喺嗰次水災裏面，整個國家10個省就浸咗5個，好多道路同埋橋梁都被沖毀。呢個小朋友我哋見到佢咧，其實大家都覺得好難過啦，因為佢就唔係直接俾水災嘅災民嚟嘅，但係佢就燒傷咗，成個下身係冇晒皮嘅。莫桑比克喺非洲嘅東南部，人口大概有1900萬，國家嘅經濟主要係靠農業生產。咁已經3個幾禮拜，就喺個醫院裏邊，就我哋見到嘅情況嘅時候咧，佢用一啲個姑娘想用一啲大型嘅針筒咧，就幫佢喺個頭度咧注射一啲藥入去個靜脈度。喺2000年嘅國民總收入，莫桑比克每個人就只有220蚊美金。但係個醫院因為太缺乏物資啊嚇，咁就連小朋友嘅針筒都冇，咁用個大型針筒嚇，咁個小朋友喊到好緊要啦。即係每個莫桑比克人一日只有唔夠港幣5蚊嘅收入，比每日港幣7個8仲要低。根據世界銀行發表嘅全球經濟展望，總結20世紀發展中國家嘅赤貧情況，極貧人口已經達到12億，即係世界上1/6嘅人口，而全球最富有嘅2成人就支配咗世界上86%嘅財富。新紀元嘅資訊科技無疑拉近咗人與人之間嘅距離，但係又拉闊咗貧富嘅鴻溝。買一部家庭電腦嘅價錢就相等於孟加拉一個普通工人嘅8年薪水。世界唔係太多人口，世界唔係唔夠嘢食，世界上唔係唔夠資源，係個分配問題，係個分配問題。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即係肯出去分享呢？貧窮落後嘅非洲國家，以至哀鴻遍野嘅莫桑比克，佢哋點解會咁窮？點解冇足夠嘅資源呢？And there is no reason for us to worry about new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country. 94年，莫桑比克結束多年嘅內戰，第一次進行多黨選舉，選出總統之後，國家先至告別近400年葡萄牙殖民統治帶嚟嘅動盪。內戰期間離開嘅難民逐漸回國，靠農業出口嘅莫桑比克，本來近幾年發展得唔錯，97同98年嘅經濟增長更加超過10%，但係一場洪水又將近10年嘅努力打回原形。而家大家都希望國際社會對莫桑比克嗰個嘅援助唔單止係水災嘅援助啦，亦都係因為佢過去好多嘅外債期，亦都令到個國家能夠生產到咧，好多都要去俾呢個利息啊，俾去還呢個外債。咁而家國際社會都希望大家能夠減去，或者甚至全部呢啲外債咧係免去。莫桑比克亦係世界上其中一個負債最多嘅國家。根據有關估計，包括莫桑比克在內嘅貧窮國家，
喺上個世紀就一共借咗超過28,000億港元，而呢啲國家每借10蚊，就有9蚊係用嚟還息還本。真正可以用於扶貧發展嘅資金就只剩翻1蚊。對好多嘅窮嘅國家嚟講呢，淨係俾利息，都令到佢哋其實個經濟可以企唔起身。咁所以冇話還個本嚇，俾利息都可以令到佢哋每年就算好多增長都好啦，其實呢啲都會係喺個利息嗰度冇咗嚇。就係咁。貧窮嘅國家只會繼續咁窮落去。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知道點解台灣喺1999年發生嘅921大地震之後可以咁快恢復過嚟，但係莫桑比克一場洪水就一沉難起。台灣地震嗰一個好嘅例子啦，咁台灣自己嘅當地嘅人啦嚇，能夠捐出嚟錢亦都好多，政府能夠擺出嘅錢亦都好多嚇。咁但係莫桑比克咧就佢基本上自己當地冇話點樣去做捐錢扶貧幫翻自己人，因為根本冇乜咁嘅有錢人啦嚇。咁所以佢哋好依賴嚇外邊嘅社會佢俾佢哋援助同埋幫佢哋咧渡過難關啦。我諗嗰個直升機就可能係一個好嘅例子啊！佢哋全個國家有1架嚇，而家有23架，22架都係外邊嚟幫佢哋。全球嘅財富同資源點樣分配先至算公平呢？係唔係我哋點樣努力去扶貧，都擺脫唔到貧富不均嘅現實呢？我哋成日都有一個古仔去提醒翻我哋自己㗎。一個老人家嚇，朝頭早喺海邊見到好多海星俾海水沖咗上個沙灘度，太陽一出呢啲海星就死晒。呢個老人家咧就將啲海星咧一個一個抌翻落個海度啊！有個年青人走嚟問個老人家：阿伯，你喺度做乜嘢啊？佢話：我將啲海星抌翻落個海度。個年青人話：你抌唔晒㗎，呢度個海咁多海星，實有啲俾太陽曬死嘅。咁阿伯就揸起一個海星，佢話：起碼我救翻呢一個。